我今日嘅發言主題係咧，其延續咧促消費嘅措施，同埋政府與大企帶頭加薪，增經濟活力同埋消費信心。喺特區政府同埋社會各界嘅努力之下咧，澳門嘅旅客數字係逐步增加，社會整體嘅經濟咧都係穩步發展。然而喺唔同嘅區份發展不均勻，而中小企面對嘅經營困難，以至居民日常生活之中咧所面對到嘅開支壓力，仍然係不容忽視嘅。政府係應該積極去研究啦，調升公務員嘅薪酬，帶動並且呼籲咧博企或者公用事業嘅大型或者具條件嘅企業加薪，延續更加精準嘅促消費措施，刺激內需啦，同埋消費嘅活力，去緩解居民嘅壓力嘅。根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咧，澳門嘅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實質係上升1.8%，經濟嘅總量咧回復至到2019年同期嘅大概87%。而數據顯示咧，今年首9個月嘅博彩稅收咧總額達到咧704億元，亦都按年咧上升6%嘅。10月份博彩無收入咧係創6年嚟嘅單月新高。與此同時咧，由於部分居民面對結構性失業嘅問題，社區經濟活動咧仍然有不足，加上經濟轉型壓力同埋各種不確定嘅因素咧，都係影響住居民嘅消費信心嘅。根據澳門科技大學嘅每季調查，今年第3季澳門消費者信心總指數咧係較上一季下跌咗嘅，而有關嘅評分咧亦都顯示咗消費者係信心不足，進入咗謹慎嘅階段。報告亦都指出咧，如果有短期消費刺激嘅措施咧，係有望釋放積極效應，去助推消費信心。另一方面咧，係就業狀況同埋收入嘅水平咧，亦都會影響住消費信心同埋能力嘅其中重要因素。香港浸會大學近日亦都公布咗2025年粵港澳大灣區薪酬及福利調查，受訪嘅39間澳門機構入邊有大約5萬多名嘅僱員啦，近一年嚟平均實質嘅加薪幅度咧，僅係1.6%，較去年嘅2.8%嘅加幅咧係有所回落，而其中咧24間咧係表示凍薪嘅，亦都係低於香港同埋大灣區9個城市咧嘅增加幅度。政府現時咧再次推出咗社區消費大獎賞活動，有一定嘅促消費嘅作用嘅計劃咧，亦都將喺11月底會結束。居民就期望當局喺持續監察住我哋澳門嘅物價變化嘅同時，能夠積極去研究明年嘅施政當中係推出更多精準嘅促進消費計劃或者係補助措施，不僅係要提振經濟，亦都要更重要係簡便咁樣，讓到居民可以獲得開支嘅補助，結合各種惠民嘅措施，助居民減輕壓力。另一方面本澳近年因為疫情嘅衝擊復甦需時等等幾年嚟以致受到全球經濟環境複雜等多重因素影響，唔少嘅僱員嘅實質薪酬同埋家庭收入都難以增加，更加甚至係追唔上通脹。若果要負擔供樓或者租金等大筆嘅開支佢哋嘅家庭購買力就更加減弱啦。所面對嘅經濟壓力沉重，更加遑論要有消費信心。即使喺公務員多年嚟亦都只係加薪咗一次。咁為此期望當局積極去研究適時調升公務員薪酬，提振士氣，同時係能夠呼籲同埋帶動有條件嘅大型企業，例如博企或者公用事業單位等等去加薪啦，推動僱員實質薪酬嘅合理調升，亦都有助刺激內部需求活力同埋促進消費信心嘅。長遠而言，本人仍然期望當局係透過完善我哋嘅就業政策同埋僱員保障法律制度，喺拼經濟謀發展嘅同時，着力解決就業嘅結構失衡問題，去投放資源強化人才培養嘅項目，促進本地僱員嘅競爭力同埋晉升發展，都有利於係提升僱員嘅收入，推動更多嘅僱員分享經濟發展成果，能夠實現共同富裕同埋增強幸福感嘅目標。多謝。